头起先，咱要来关心的就是基隆市警察局长洪君玲，互人指控伫咧餐会顶头咧敬酒的时阵，去揽一个查某的警查者，而且佮甲伊的面搭伫咧人的喙皮顶头。洪君玲是表示讲，伊家己无迄个意思，也若警政署即马已经介入调查，讲会尊重当事人的讲法，量查理清真相。 拄到重大案件，最摆亲身来指挥。基隆市警察局局长王群玲，捌担任保级总队长、台北市警察局督察长、副局长这要职，资历真丰富。警局是向吕部小指控成熟了。当天气氛很热络嘛，大家都在旁边共闻共见嘛。我并没有那个意思嘛。反正就是现在警政署在调嘛，他也告我啦，那我就坦然面对啦，接受司法调查。 我也是当事人，我也不能讲什么。艺术间涉的性骚扰行为，伫初八一场餐会，基隆市警察局找下下刑事单位举办年终的餐会，王群玲特倒来敬酒，互指控对一个女警察组先是春酒甲揽着，所来面打面，互这女警感觉真无好。王群玲本人讲坦然面对，也毋过澄清无性骚扰的想法。他是一个很好亲近的局长。 之前也有遇过类似的状况，那我觉得他本身没有特别的意思。我感觉是因家己人想法的问题，阮大家人解读的意思会不一样。辖区内基层同仁对着警告案件，部分是感觉意外，一直讲可能误解，但过专案是愈拖愈大。基隆市警察局已经向上来呈报，除了基隆市政府，军联警政署也开始来介入调查。 他昨天是有跟我讲，认为是一个国际礼仪啊，但是要了解到这个当事者这个感受，会做彻查啊，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，会勿忘勿重。那我们会把这个调查的事实的真相做呈现，那提供给委员会来做一个认定，是不是有没有符合这个性骚扰。警政署发声明回应，王群玲以看涉言行犯了错误，已经指派专职人员来调查，并且尊重当事人所讲的，到底是基于善意鼓励，也是行为已经超过界线，真相等待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